1997年年底，政府針對私家路違例泊車提出一系列建議，重溫當年建議內容。根據道路交通規例，喺私人屋邨私家路違例泊車，警察冇權抄牌，但屋邨管理公司可以鎖車甚至將佢拖走，並收取政府釐定嘅鎖車同埋拖車費。不過，房委會轄下嘅屋邨就有權自己釐定收幾多。喺今年4月16號凌晨0時至6時，即係模擬我的天文台發出9號同10號風球。有啲人特登住樓，模擬天文台住喺樓上都係擺喺呢度先，佢冇位咪擺喺路邊俾你抽咯。841日好抵啊嘛！政府為咗解決呢個問題，建議明年3月起將140蚊嘅鎖車費增加1倍幾到320蚊，拖車費由200蚊增加到350蚊，每日扣留車輛嘅罰款由50蚊大幅提高5倍半到320蚊。唔好以為私人屋苑嘅管理公司又好，或者嗰個有關嘅業主立案法團又好，好希望收到呢幾百蚊，佢其實唔想㗎。佢完全係唔歡迎，亦都唔希望咧有外人咧得架車喺佢自己個私人嘅範圍內。